Hello，呢度係睡前讀10頁書，等我哋嚟一齊放低手機，一齊嚟聽下今晚呢本書，叫做《持續邁進》，作者尼克馬朱麗。今集嚟到第7章，係講關於你應該租樓定係買樓呢？你點樣去用人生最大筆嘅開支？我外公外婆喺1972年用咗28,000蚊嘅美元買咗佢哋喺加州嗰間屋，而家嗰間屋價值大約60萬美元，升值咗超過20倍，即係計埋通脹，嗰間屋都升咗3倍。但係除咗金錢嘅回報，我外公外婆喺嗰間屋養大咗3個小朋友，包括我阿媽，仲有7個孫，包括我都喺嗰度長大。我真係好中意嗰間屋㗎。幾乎每年聖誕夜我都喺嗰度度過。記得細個佢哋廚房食外婆煮嘅花生醬鬆餅，又記得嗰張凹咗落去嘅梳化。外公成日坐喺上面睇電視，仲記得有一次喺屋外跌親，個階磚整親咗條眉，嗰條疤痕而家仲喺度。每次照鏡我都會諗返起。聽到呢啲故事，好易明點解咁多人覺得買樓好過租屋。因為買樓唔單止幫你儲錢，仲有一種歸屬感，俾你有穩定嘅環境去建立家庭。有啲人甚至覺得呢種情感回報係無價嘅。但係要話買樓一定贏過租樓之前，其實我哋都要諗，買樓仲有好多其他嘅成本。買樓有咩成本呢？除咗供樓，買樓其實仲有一次過同埋持續嘅開支。一次性嘅成本包括首期同埋買樓嘅時候要俾各種嘅費用，持續性嘅成本就係稅、維修費同埋保險等等。第一次買樓，你應該預備最少樓價3.5% 至到20% 嚟做首期。儲咁多錢真係要時間，不過下一章我會講點樣最有效咁樣儲到。除咗首期，仲有一大堆成交嘅費用。平均大約係樓價嘅2到5%，啲費用包括申請費、估價費、貸款手續費等等。有啲情況下，賣家會幫你俾呢啲費用，視乎你嘅地產代理幾叻講價啦。講到地產代理，佢哋又另一筆唔細嘅開支。美國嘅代理收佣通常係每交成交屋價嘅3%。如果買賣雙方都有代理，即係要俾總價6% 嘅佣金。總括而言，一次過買樓要俾嘅錢介乎5.5% 至31%，視乎你俾幾多首期、成交成本同埋代理佣金。如果唔計首期，成交成本大約係2至11%。所以如果你唔打算長住，其實買樓可能唔太划算，因為你買賣太頻繁，啲交易成本會吞晒你賺到嘅升值。持續性開支方面都唔少。買咗樓之後，你要交地稅、維修費、保險。好彩有時呢啲都係包咗喺供樓入面，不過幾多錢都要睇你住邊度，當時嘅稅制點。好似2017年減稅同埋就業法提升咗標準嘅扣稅額，對好多人嚟講，買樓原本可以扣稅嗰個好處都冇咗。其實好多稅制改變都係因為你影響擁有間屋嘅成本。保險方面，你住邊同首期俾幾多，都會影響你交幾多保費。如果首期少過樓價20%，你就要俾私人按揭保險 PMI， 係一種保障銀行你供唔起樓嘅保險，金額係貸款金額每年嘅0.5% 至1%，即係如果你借咗30萬美元，每年就要俾1500蚊至3000蚊嘅美元。平均每個月係125蚊至250蚊美元。維修費方面都唔平㗎，專家建議每年預計要用大約樓價1至2% 嚟維修，即係30萬嘅樓就要預備3000至6000蚊美元一年。仲有時間成本，維修間屋都要時間，唔係請人就係自己整，搞嚟搞去都好似做咗份兼職咁。好多時買樓嘅人就忽略咗呢一點。唔同租樓，
屋有問題，你就要自己搞。有啲人可能覺得整屋好玩，但對大部分人嚟講，呢啲都係好煩㗎。咁睇落去，無論一次過成本定係長期成本，一間屋有時真係變成一個負債，而唔係資產。當然啦，租樓都係要面對一啲開支，只係嗰啲已經包括咗喺租金入面。不過由風險角度嚟睇，租樓同買樓嘅分別好大。租樓你知道未來幾個月要交幾多錢，買樓就唔一定。有時一年嘅維修費可以係樓價嘅4%，有時係0%。呢啲風險買家都需要承擔，但係租客就唔使。所以短期嚟講，買樓風險係大過租樓。不過長期嚟睇，情況又唔一樣。租屋要付出嘅代價，除咗每月嘅租金，租樓最主要嘅風險就係長期住屋開支唔穩定，住得唔安心，成日搬屋。例如你可能知道未來12至24個月會交幾多租金，但係10年之後就完全唔知。租金會跟住市場走，市場會升會跌，相比之下買咗樓就會知道未來嘅開支。最大問題係住得唔穩陣，可能你好鍾意一間屋，點知房東加價，你被逼搬走。呢一種唔穩定會帶嚟財務同埋心理壓力，尤其你係想生仔成家嘅人。另外，因為唔穩定，租客搬屋嘅頻率遠高於業主。我自己就試過喺2012年至今搬過全美8間嘅公寓，平均1年搬一次。雖然有時有親戚幫手，唔使錢，但係有時請搬屋公司費用都好高。總之，租客面對好多人買樓唔使面對嘅長期風險，不過租客幾乎唔會面對一個風險，買咗間投資回報唔好嘅樓。買樓作為投資，根據資料顯示，其實喺美國買樓作為投資，回報率真係唔算高。攞過諾貝爾獎嘅經濟學家計過，喺1915年至到2015年之間，美國樓市經過通脹調整之後，每年平均回報淨係得0.6%，而且大部分回報都係喺2000年之後先出現。睇下圖表，你就會見到由1800年代至到1900年代尾，美國樓價經過通脹調整之後，其實都係原地踏步，冇升冇跌。即係話喺幾百年間，美國樓價基本係唔係點喐。雖然近幾十年樓價升得好勁，但係未來係咪都係咁升呢？我就唔肯定啦。如果你想將買樓作為一種投資，就一定要拎佢同其他投資選項比較返同一段時間嘅回報，呢啲就係所謂嘅機會成本。舉個例，我外公外婆喺1972年用咗28,000蚊買咗間屋，之後每個月供280蚊，去到2001年左右，間屋價值大約23萬蚊。但係如果佢哋冇買到樓，而係每個月拎280蚊去買 S&P 500指數基金，再將收到嘅股息再投資，去到2001年，佢哋可以攞返超過95萬蚊，仲未計首期嗰筆錢。如果將首期都投資埋，成副身家可以去到超過100萬。雖然佢哋係喺加州買樓，加州係喺美國回報最好嘅地區之一，但最後賺到嘅錢都係淨係得美股回報嘅1/4。當然喺感情上，要你揸住美股30年都唔喐，的確係比供樓難。但係你揸樓唔會日日見佢嘅市值幾多，更加唔會成日見佢跌一半。但係股市就唔同，喺1972年至到2001年，美股股市係經歷咗3次嘅大崩盤，2次跌過超過50%。所以買樓同買股票其實係兩回事。你間屋嘅價值唔會咁易大跌，但都未必會令你致富嘅法寶。而且即係你睇到樓價升，都要賣出你間屋，搬去平啲嘅地方或者租屋，先至係真正實現咗嗰個回報。咁係咪代表永遠都要租屋，將本來用嚟買樓嘅錢攞去投資呢？又唔一定，因為擁有自住嘅物業，除咗喺財務上，
仲有其他非財務嘅因素要考慮，最重要嘅係買樓亦有社會層面嘅考慮。重點唔係買唔買樓，而係咩時候買。雖然買樓未必係長遠最好嘅回報之一，但係喺社會層面上，有時係會推動你買樓。根據消費者財務嘅調查，喺2019年，美國有65% 嘅人係有自住物業嘅，而且高收入、高資產嘅家庭買樓係比例更加高。例如美國普查局指出，2020年收入高過中位數嘅家庭有接近80%人都有自己間屋。根據我計算，資產超過8萬美金嘅家庭買樓比率高過係90%。點解買樓咁普遍呢？除咗政府嘅補貼、文化推動，其實買樓係好多人儲到第一桶金嘅方式。2019年嘅調查顯示，對於收入最低嗰班人嚟講，樓係佔佢哋全部資產嘅75%，而收入最高嗰班人嚟講，都係佔咗30%幾啫。所以無論你係屬於邊一個收入層面，樓可能都係你財富來源之一。雖然未必係最理想嗰種，但係更重要嘅係買樓可能係你人生最大筆、最有感情嘅財務決定。你間屋喺邊，會影響你住咩社區，小朋友讀咩學校。如果你選擇一世租樓，雖然冇問題，但可能會被某一啲社區排除在外。所以買得起樓嘅人通常都會買樓。所以重點唔係買定唔買，而係幾時買。買樓嘅時機，你適合買樓嘅時候係滿足以下3個條件：你計劃喺嗰度住10年或以上，你生活同工作穩定，你買得起。如果未達到以上全部嘅條件，建議你暫時繼續租樓。以下解釋點解。之前提過，買樓嘅交易成本一般係樓價嘅2到11%，拎中間數6嚟計。根據估算，美國樓每年實質正回報0.6%，即係要住10年先有機會補返呢一筆嘅成本。如果你打算喺一個地方住10年，但係私人或者工作都唔穩定，例如單身買咗樓，但係結婚要搬，或者經常轉工，收入唔穩定，咁買樓可能成為咗一個風險，因為隨時要買賣換屋，成本係非常之高。當你對未來比較有掌握，買樓就係一個比較好嘅選擇。當然，未來永遠都係唔100%確定，但係你越有信心，買樓就越安心。咁咩叫買得起呢？即係你能夠俾到20% 首期，仲可以將你負債比率控制喺43% 以下。所謂負債比率，即係每個月還債金額除以每個月嘅總收入。例如你計劃每個月供樓2000蚊，而你每個月嘅收入係5000蚊，又冇其他嘅債務，咁你負債嘅比率係40%，咁就越低越好。如果你暫時俾唔到20% 首期，都應該等到自己儲夠先去買，因為呢個係代表你有長期儲蓄嘅自律。可能你會話，其實我俾到20%，但係選擇唔俾咁多得唔得呢？都可以嘅，但係重點係你有呢一個能力，因為能夠俾到20%，通常代表你係買得起貴嘅大啲嘅樓。如果你考慮緊係咪要先買細啲嘅上車盤，之後再換間大屋，我建議你不如等一等，儲多啲錢，直接買間大啲嘅，因為要俾交易成本，轉屋其實都係好唔划算。我知聽落好似好大風險，但係買樓最驚都係頭幾年，之後你收入因為通脹慢慢升，但係供款唔會升。我外公外婆就試過1970年高通脹搞到佢哋實際供款嘅壓力少咗一半，去到1982年又再少一半，而租屋嘅人就冇呢一啲嘅好處啦。總之買唔買樓最重要係配合你自己嘅情況，買樓好可能係你人生最大筆、最有感情嘅財務決定，值得你慢慢諗清楚。無論你而家係租樓定係打算買樓，你都應該知道點樣儲錢俾首期。呢一個將會係我哋下一章再講。好，第7章就完結啦。今日就暫時讀到呢度先啦，唔知有冇幫到你去考慮租樓定係買樓呢？
如果你都鍾意呢條影片，記得俾個 like 我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。我哋下一條片再見，拜拜。